昨暗高雄的中山二路甲五福二路的路口发生车祸，一个细路桥倒摆民众冲红灯去弄到一个嘛是冲红灯咧过车路的查甫人，佮去弄到一个骑电动车嘛是冲红灯的民众三个人拢着伤送病院，落尾这个过路人是救无回来。 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青蓝色外头的这台奥多摆速度真紧，已经红灯啊拢无动，就安尼直接弄到斑马线顶悬的用路人。尾后，佫闪到边啊，这台嘛是冲红灯的微型电动车。第一时间，奥多摆佫倒火烧起来。赶到现场的警察是赶紧拍过，因为三个人拢有受伤，全部送去治疗。其中这位用路人31早起确定重伤不幸死亡。昨伫现场吼，这个行人吼，伊的倒脚是有较断去安尼啊。 互迄个医救消防人员现场急救送去咱高雄医院做后续迄个急救行为吼，尾啊大概伫11:05分吼宣布死亡。 警方调查，当时这位民众虽然有行斑马线，不过迄当阵也是红灯，三个人全部违规，分别照道交条例规定，罚300至6000块不等的罚款。这个路口到31为止，已经发生19件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0人重伤。咱实际来到现场看，违规的现象也是不少。用路人为着抢时间，无照斑马线行，毛奥多摆无想要开时间等越，直接骑起来人行道顶悬乌白软。最好是人行走都两边都可以走。 四边都停起来，车子都进来，就要像那个高一样，是遵守而已啦，没有什么要领啦。你再怎么设也没有用啊？为什么？你不遵守都没有用啊？有民众建议这个路口的灯号要改进，警方是表示，这个路口目前伫东边甲北边拢有设科技执法，不过就亲像民众所讲的同款，赛车甲行路的人拢爱守规矩，才会当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